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箴言11章30節。當我哋睇到得人呢兩個字，好自然會諗到傳福音。然而，得人嘅希伯來動詞具有抓住、奪取、取得、馴服、拎走、購買嘅意思。睇嚟，得人並唔係單純指永恆嘅事物，乃是關於實際生活嘅管理。本節經文前後文亦都唔係關於天堂嘅教導，而係提到要慷慨行善、有智慧管理錢財等等。換一句說話講，就係按神嘅方式去生活，管理呢一個破碎嘅世界。如果你想體驗生命樹，咁就按神嘅心意去行義啦。希伯來嘅傳福音方式係透過活出神嘅心意，由神親自吸引人嚟。我哋就好似係一粒神嘅磁鐵，而唔係喇叭。我哋信服神，神吸引人。試問你係一個好管家嗎？你有按着神嘅心意去生活嗎？盜賊來，無非要偷竊、殺害、毀壞。我來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更豐盛。約翰福音10章10節。你所盼望嘅烏托邦係乜嘢呢？係追求科技發展嘅文明都市嗎？從過去到現在，人都用各種嘅方法要讓生命更豐盛。但係冇一個方法能夠帶俾人真正嘅豐盛。豐盛嘅生命係神本來做我哋嘅心意。然而，只有一條路能夠通往豐盛嘅生命，就係返到起初神創造嘅伊甸園狀態。嗰陣時，神同亞當親密同行，關係和諧。只有揾返起初嘅和諧，先至能夠填補內心嗰個冇辦法解釋嘅空虛感。耶穌話佢嚟係要讓人可以返到最初嘅豐盛狀態。神嘅兒子冇用高尚嘅理念嚟滿足我哋，佢嚟到我哋嘅生命當中，成為我哋旅途中嘅同行者。喺通往伊甸園嘅途中，我哋需要認識神，與佢和好，並且從佢嗰度得到一切所需嘅能力。我哋需要日日同神交談，聆聽同服從佢所講嘅，以便能夠活出神起初所設計嘅心意。